台南伫今仔日有一项台语一行动，串联府城14间台语有线店家。这一礼拜时间呢，要鼓励民众伫店内用台语点菜开讲，也会店家教这民众讲一寡台语的专有词类，要打造加工母语的友善环境。主办单位台南基本款协会希望透过这个行动来恢复母语的好光景。 人客用台语咧点咖啡，嘛有老师带学生行出校花用母语咧点餐，公家不加连等。2月2日世界母语日要到啊！台南基本款协会今日头摆串联府城14间台语有线店家，发起台语日活动。亲像这间咖啡店会主动参人客开讲讲台语，用台语点餐，要打造一个浸水式的母语环境，让大家讲讲台语袂碍叫。老师带咱来遮买咖啡，就是安那开嘴讲台语。 哦，普通时你有咧讲？我的厝拢和阿公阿嬷讲台语。即马少年家主少咧讲台语，希望会咱甲即个咱母语扫来咱的咖啡店，较侪少年家会当较侪接受着，讲咱即马台语即个文化。台南基本法协会指出，经过调查，台南是6都内面讲台语比例上悬的城市。这回唔那咖啡店、猫鸟啊旅馆加入，甚至连店名嘛结合台语来设计。另外，这间宠物病院医生嘛参人客用台语咧对话，医生讲用台语看诊，颠倒互人较清楚。病院嘛特别传相关的台语词，要互大家对台语更加熟悉，嘛杀出犹太，鼓励大家斗阵讲。毕竟是咱的母语嘛吼，希望讲。 即个母语会当继续存在落，咱咧讲的时阵嘛，感觉做舒适啊。透过这个活动会当提升大家对本土文化的重视。希望未来嘛有愈来愈多店家会当做伙参与，希望台南市这个旧城市会当变做一个最有台湾味的这个文化古都。协会表示，即阵嘛有寡人伫外口讲台语，感觉无自在。这摆串联店家就是要创造清澈、自然讲台语的环境。因讲未来会透过各种形式来推广，要让台语一步一步行入去大家的生活中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